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85年，是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珍贵合影。4位老领导为新疆的和平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。此时已到了耄耋之年，朋友们，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？首先，最左边的这位是王恩茂，他曾是任弼时的秘书，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、红军反围剿战斗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他总是不畏生死，勇猛杀敌，有胆有谋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1952年，王恩茂出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、新疆军区代政委，开始了全面主政新疆的征程。他领导了全疆各族人民开展土地改革，让210万个族农民成了730万亩土地的新主人，农牧民的生产热情得到空前释放。他曾饱含深情地说：“我热爱新疆，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将来我死后就埋在天山脚下。”后来，王恩茂一家3代全场眠于新疆这块土地，实现了他庄严的承诺。他旁边的这位是王守道，他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了这次庆祝大会，并出现在了合影中。他与前面介绍的王恩茂和他旁边的王震是我军有名的3王，其中属王震将军的名声最大。王震人称胡子上将，王震是和许世友同类型的人，脾气火爆，性格耿直，作战勇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根据党中央的命令，王震指挥第1兵团分2路进军新疆。新疆远在西北边陲，地域宽广，地形险恶，各民族又融杂汇合，民情十分复杂。他3下准噶尔，4进塔里木，一手拿镐，一手拿枪，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，巩固了新疆边防。最后一位是陶峙岳，他曾是国民党中将，从1946年起，陶峙岳将军便一直待在新疆。他手底下当时有10万国民党军，可谓是手握重兵，是一方的诸侯。1949年，他率军起义，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，领导部队屯垦戈壁，建造城市，使新疆逐渐走出贫困，成为文明的农业示范区。1988年因病去世，享年97岁。抖音。